念第一个就好了。第一个咪加名词字根，那弄水，咪那弄喝水，咪那弄嘎咕，我喝水。好，老师，如果我单纯这样子的逻辑的话，如果你教学生这样子念，学生能不能够从字根、构词到造句，能够理解这个句子的逻辑？那要先讲解啊。对，让他们念 OK 啊，就如果你单纯这样子看，如果照这个逻辑讲解，你觉得顺吗？可以啊，可以哈。嗯，在对你们教学上这样的铺陈是 OK 的哈。可以啊。那你觉得这个是针对什么样的程度比较适合让他们的教材？国小国小可以哦。可以。哦 ，OK。其实国小的程度在4、5、6年级都可以看懂句子或字根，对。哦，是哦。好，那老师你帮我再念第二个部分哦。好，第二，咪加动词字根，能看，咪能看，咪能爱个国度瓦住，我正在看狗。这个句子有没有问题？咪能是看字根嘛，咪能也是看。那中文我们可以说要看吗？还是看老师啊，因为那个咪能已经是变动词了，如果你要翻成要看也可以嘛，因为它变成动词。哦，对，去那老师，看。你如果教国小的话，我这边用动词字根的话，或者是动词词根，他们看得懂这个字吗？学生，你要再看你的学生他在几年级。如果我们在9届那边有教字根，像我都会教词根，然后再加延伸，然后就3、4个这样，学生大概就会慢慢就会知道我在教什么。如果我再让他看这样子的句子，他就会看得懂。所以老师，你们在教国小的时候会有字根、缀词，就是前缀、中缀、后缀、还缀，还有构词，会教这些概是念，他简单们听得的会，懂吗？简单的会，简概念我单的会。会教。哦，所以这个结构，你认为国小生或者是国中生看了这个结构，在学这个句法，会对于他们的学习比较有帮助吗？一定有啊！如果他们时常都能专心听的话，就很容易。有的学生是很专心在学习，之后他们也是看得懂。我的学生啊，我线上的所以学生国小到几年级之后，就是哪个学习阶段，他可以有概念，知道什么叫字根。5、6年级了。我要到5、6年级，那是第3阶段呢。对呀，所以1、2年级，就是第1阶段到第2阶段，也就是1、2、3、4年级，他们通常你们是用，就是说只有那个吧，就是听跟说吗？符号对呀，有教了吗？听说啊，听符号教说了没？会啊，国小1年级符号就要教啦，罗马拼音都要教啦。但是你说那个构词、字根、缀词是到5、6年级，他们学生比较有概念，是不是？对，比较能记住啦。其他的年纪，除非他很聪明啊，都有写笔记的话，他就会记得。那我们现在这个那个维基百科上面这个网页版的，你认为是比较适合5、6年级以上的学生学习，是不是？我感觉是啦，那其他的老师就不知道了。OK，我了解哈。好，那我们开放给其他现场有担任主语老师的，可以一起讨论哦。就是说，这样的编排哦，从字根、构词到造句这个3阶段啊，你们在教学上也是觉得5、6年级以上比较适合这种教材吗？还是1、2、3、4年级也 OK？那我来讲一下哈，讲到那个好，这个字根哈，我们都还没有提到，比如说现在已经讲到闽能哈，能，因为课本里面直接就会看到闽能这句话，有记得一个课文，闽能给大家都 for is 课文里面有这句话，他就知道是闽能，它的翻译是我们正在看天上的星星，
如果要讲构词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咪能把它拆下来给学生看。先拆下来给学生，先把咪跟能分开，然后先讲，再讲到能就是看。那你正在看着咪能，我们会用这种方法让学生了解，原来的是能是看。如果你们正在看的话，就咪能，那我才会这样分析给学生呢。OK， 老师，那你分析的对象一般来讲是几年级以上你才会这样分析？因为这个课文，你的闽能这大概在第2届好像出现了，像我们就会偶尔会中年级会偶尔提一提，但是并没有很要求并没有很严格说要记得去这种，但是只是告诉学生说，闽能是原来是能是看，那我们正在看的话，又加一个闽能。在课文里面有这句话，叫闽能kita tu for is 闽能kita tu for la 这样。课文里面有不知道第几节有这句话，所以我可能我的话，我会先讲闽能课文讲完，再把课文分析讲到闽能是原来是能，然后加上咪叫闽能，就变成正在看电视，或是正在看天上的星星。OK， 所以老师你也认同美惠老师，如果这个要比较成熟的学生，应该要到5、6年级，要讲到字根、前缀、构词，会比较适合吗？你也觉得吗？对啊 OK， 也是学生还有学生的程度了，因为我们1个礼拜才1节课那个学生的记下来的量不多，都能够把课文念熟了，然后再分析给他，会比较有印象。OK， 好，那因为吴老师已经讲话了，就结论了。好，我们来看第2个妈型动词那个美惠老师，你一次念2句妈型动词，好了好。orar 雨 ，ma orar 下雨 ，ma orar ku rumiar anini 天气今天下雨。Ma orar ku rumiar anini 好。第2，妈加动词字根 ，ula 喜欢 ，ma ula 喜欢 ，ma ula gagudu wawa 我喜欢小孩。OK， 老师这样子的也是一样字根、构词、造句这个3阶段，对你在念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教学生是不是在那个句子的学习上更方便？对，可以可以好，我们这边先不用大家开放我们因为我们重点在后面，我们继续把它念完那个老师你在念那个这个形容词不要，我们看那个中缀的 on 的部分，老师你帮我念2句。好 ，radio 歌 ，rumah radio 唱歌 ，rumah radio gagu i babudar 我在外面唱歌。第2句 ，gaan 吃 ，gumaan 吃 ，gumaan gagu tu didi 我吃肉。OK， 老师你这样看这个，对于你教学生理解中缀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清楚？对，会很清楚了。一般来讲，那个很多人认识咪妈嘛，有些人还不太认识中缀嘛。对，那种就是你前后各画一杠的这种方式对于理解字根跟构词会不会更清楚？会这个有系列性的分析会很好。OK， 好，那我们这边就不讲了因为大概就是有5大类大概逻辑一样，我们可能要正式进入讨论，我们进入到概念28之一好，我们这边可能就要大家一起讨论了好，老师你念一下那个咪型动词主动的部分3个句型。好，第1句主动句型 mi ala gagu tu ladeng 我拿菜。第2句主动强调 bi ala gagu tu ladeng 我一定要拿菜。第3句祈使句 bi ala tu ladeng 一定要拿菜。
好，老师，你先帮我确认一个动作哈，这个的阿美语跟中文有没有正确的对应？主动句型面阿拉嘎古杜拉邓这一句没问题。主动这里是比阿拉嘎古杜拉邓，可以。第三句比阿拉杜拉邓，有对应。好，那我们开放给其他的参与者哈，有没有人对这3个的阿美语跟中文的翻译有意见的，或者是有其他的翻译方式？很明那个第2句啊，主动强调这句话，比阿拉，又加一个 B， 就是好像是命令的口气，比阿拉一定要什么什么，但是比阿拉嘎咕，这边的比阿拉嘎咕好像很少用说比阿拉嘎咕杜达登这句话呢。那老师你要在强调说我一定要拿菜的话，可能不是这样说。老师，如果是我一定要拿菜的话，有没有别种的说法？你是2013年创也可以这样子说，巴比阿拉嘎古杜拉登，巴比阿拉，是不是？可是这很像是巴比阿拉嘎古杜拉登，也不对啊。比阿拉是叫别人巴比阿拉，他那个有点实义动词，就是叫别人。巴比阿拉嘎古自己一定要拿这样子。比阿拉嘎古杜拉登，这个是被动吧？比阿拉叫 N 的话呢 ？N 的话还没有，我们 N 的话在后面被动的句型。要强调我一定要拿菜。就说，比如说吴老师，我给你一个情境，比如说我如果今天不拿到菜，我们全家都要饿死了，这样。可不可以讲这一句？如果前面加一个萨比阿拉，萨比阿拉按是不是？对，萨比阿拉按照不读沙顿，我想要拿菜是吗？对呀。如果一定要对到后面的中文一定要拿的话，也不是这个，也不能用这样啊。不能用比阿拉哦。不能用比阿拉。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我把主词改成他的话，可不可以成立？比如说，比阿拉金拉杜沙顿，他一定要拿菜，这个成立吗？比阿拉金拉。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你那个意思啊，巴比阿拉恩阿古金拉杜沙顿，就有一定要的那个意味在里面了。巴比阿拉恩阿古吉拉杜拉顿拉顿 ，OK， 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没关系，这很重要。我现在把它这个先稍微给它备注一下哦，因为这个都是用逻辑推的，它不一定。我把这个缩小哦，我怕格子。那个吴老师，我这个缩小这个大小，你还看得到吗？可以。好，我先在后面先打叉哦，因为这个可能是大家不常用的，没关系，我们先停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被动，我们等一下主动跟被动再一起讨论。是不是主词不能用嘎固啊？对啊，我刚刚紧拉的话，不知道比亚拉你呀，就是你呀，你一定要拿菜，比亚拉读比亚拉基数读啥凳是不是？对啊，应该是。好，吴老师，如果我把那个主词改成你的话，是不是这句话就没有问题了？比阿拉基数读啥凳，你一定要拿菜。第几句？第二句改为什么？基数。那可以，比阿拉基数，你一定要拿菜啊。所以我一定要拿菜，反而不能说比阿拉嘎固，不能这样讲哦。不能对自己讲，对别人命令自己啦。OK， 我懂了，我了解了。所以我们这个祈使句只能对别人讲而且只有第二人称就是说只有你可以。那吴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说
比阿拉嘎木杜沙邓也可以哈，你们要可以，拿菜嘎木也可以啊，不要拉嘎木，没错没错你们都要拿菜，嘎木就是可以，就是你跟你们对不对？对，反正不对啊是第二人称呐。所以在老师你们的语感上哦，只有基数跟嘎木可以用比阿拉嘛，对不对？像如果是嘎固、金辣、张辣都不行哦。嗯，是吗？吴老师，哎，如果比亚辣的话，我们这边如果结论的话是基数跟嘎木，就是你跟你们可以用。那金辣跟张辣是不是就不能？只有第二人称可以用，对不对？比阿拉长大，他也不在现场，不在没有现场错哈。讲说要叫他们拿，在 OK 看 OK，到的或是长大，比阿拉长大，老师，所以我现在确认一下，比阿拉那个 B 是不是说你只能针对你讲话的那个对象讲而已？对呀，就看到的有指使的感觉，就是好像 OK，我懂。所以这个感觉不是强调，应该是命令，对不对？命令的，指使句啊，叫人家命令人家说不要拉干木好，不要拉基收，要叫人家拿，命令人家拿。OK， 好，那我们这个先这样子哈，这样我这个逻辑懂了哈。那我们等一下被动念完再回来对应，大概就知道了。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被动的4到6。好，第4句被动句型，马拉等一下，马拉努马古古拉邓，菜被我拿。第5被动强调，阿拉恩努马古古拉邓，菜一定要被我拿。比较，嘎阿拉努马古古拉邓，菜一定要被我拿。第6句祈使句，阿拉恩古拉邓，菜一定要被拿。比较，嘎阿拉古拉邓，菜一定要被我拿。那个我没有，对不起。那个没有，比较就不用念。好，那个好，老师这几句啊，你看一下它的阿美语跟中文，在你的语感上是正确的吗？第10句我看一下哈，被动句，马阿拉努马古古拉邓，菜被我拿，没问题。第5，阿拉恩努马古古拉邓，阿拉恩努马古古拉邓，菜一定要被我拿，可以。第6句，阿拉恩古拉邓，菜一定要拿，菜一定要被拿，可以。好，老师你看一下第5的比较，用那个嘎的时候，你这个句子在你的语感上有这种说法吗？菜一定要被我拿，嘎阿拉努马古古拉邓，嘎阿拉努马古古拉邓，比较嘎阿拉，很少这样讲呢。老师，我如果这样讲，你听得懂吗？嘎阿拉努马古古拉邓，嘎阿拉努马古古拉邓，会听得懂，但是很少这么说。老师，那你如果听得懂它的意思，跟我们现在写的中文是符合的吗？好像不适合嘞。不适合哈。所以嘎阿拉不能用嘎阿拉的嘛，不能这样讲哈。好，那个吴老师，你再看一下比较的第6个，那最后一句可以吗？嘎阿拉古达登也不行，嘎阿拉古达登，我们叫做嘎阿拉古达登，所以没有这种句子，对不对？加嘎的很奇怪啊，嘎阿拉古达登。OK。嘎阿拉努如果要阿拉都叫阿拉恩古达登才差不多啊，阿拉恩古达一定要拿抄。要加个比较可以接受嘛，对不对？对啊，一定要拿菜啊，阿拉恩古达登这样，不是嘎阿拉古达登。OK， 好，没关系，老师，你们的语感是正确的，这个本来就是假设的。好，
吴老师，那你再帮我看一下4、5、6这3个句子的阿美语跟中文啊，你这边也能够接受他们的中文跟阿美语是对应的吗？那么咕咕哒噔啊，菜被我拿了，菜被我拿了。阿拉恩努玛咕咕哒噔，菜一定要被我拿。阿拉恩咕哒噔，菜一定要拿。这个还是这个？这个嘞？阿拉恩努玛咕咕哒噔。当然，我们为了要强调那个一定要背什么背那个背，要这样写是可以。可是我们真正翻译不会说菜一定要被我拿就对了。我知道，老师你们的翻译是不是通常用主动的翻译？是我一定要拿菜嘛，对不对？被我拿，菜一定被我拿。对，比较不会这样翻，对不对？不会这样翻。OK， 好，我可以告诉老师原因是什么如果在座有语言学的一定知道。我们阿美语在语言学家的分类有主事焦点，还有受事焦点。这个跟妈，它是属于受事焦点。那受事焦点的意思就是在讲阿美族的被动的句型，所以你用跟妈的时候，通常会有被这个概念。阿拉跟马阿拉都有被的概念，但是的话是属于祈使句的被动，就是它有一点。就是有点命令的被动啊，马阿拉是一般的被动，大概是这个概念。好，所以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啊，因为你容易跟主动的句型有没有混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马阿拉跟阿拉特别的给它区分出来因为其实我们的南岛语的语法书就有讲受事焦点不过他们没有讲那么细啦，他们可能还没有抓到这个被的概念事实上，受事焦点就是我们阿美族的被动的句型。好，那现场有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个3个的阿美语跟中文有不一样的看法跟意见？我想问第6句。是。我的理解阿拉恩古拉邓菜为什么会被拿？应该是阿拉恩杜拉邓不是吗？菜不去拿菜。那个阿拉如果是都的话，它变成主动句型了。那个信燕吗？对不对？对。好，信燕好。现在你看一下那个第3句就是这个祈使句。如果你用主动的用咪阿拉转成祈使句的话，咪就会变成 B 所以那个咪变成 B 的话，就会变成第3句的 B 阿拉都沙邓。它这个就会变成主动的祈使句。那阿拉姑的话，这个是被动的祈使句。这2句的差别，其实在一般人的翻译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拿菜但是比阿拉的话是主动的，所以它后面是用都，是受格的标记那如果你是用阿拉的话，后面要用主格的标记它这个区分是这样。照那个上礼拜4那个老师他说，如果你中间这个是词组的话，你必须要用读，因为它这个是句子如果你要句子的话，中间就要加个主词了，才可以弄到。那个我知道你的意思那个心愿你看它中间加主词的话，就是第5句了。对啊。对。阿拉恩努马古古沙邓，那个努马古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什么那个被动句里面的主事者它不一定是主词，因为主词都在姑的后面。一般阿美语的主词都是在姑的后面，所以为什么这个翻译会这样变成菜一定要被我拿的原因，就是说古沙邓一定要先翻译，然后再翻那个被谁拿这样子，然后这个又是。强调的话就是一定要被谁拿这样子，所以它的中文翻译很诡异啦。但是为了要让这个翻译精准，我们不得不翻的那么精准啦。那事实上，一般的书都是说我一定要拿菜，他就直接用主动的翻译，他不会用被动的。但是在教学上是希望大家知道那个跟妈，它本身是被动的句型，主要的目的是这样。所以第6句回应那个。信愿的部分阿拉古沙邓它是一个句子我知道那个
陈金杰老师有提到哈，如果你有估，一定是句子，就不是词组。那这个祈使句哈，它是句子，所以它后面会接估这样子，这样可以吗？OK 吗？心燕，我这样子解释 OK 吗？我了解，我了解。可以哈，好。OK， 没关系，我们后面很多一样的句子哈，就是我们这样重复的再讲讲看，让大家习惯一下。好，我们就按存档哦，大家我们一起讨论，把这个东西存档哦。如果第一次上线的话，应该可能会觉得我们这边在干嘛？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特别租的一个云端的伺服器哦。那我们这个是阿美族专有的类维基百科哦，这个不是一般的维基百科哦，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维基百科的一个平台哦。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因为重复的逻辑会一直出现哦。那等一下包括心燕有相关的问题，我们这边都可以再重复的再说明一遍，因为它都是类似的。好，我们再请美惠老师我们针对那个什么中缀的部分，我看有没有跳对，好，我们针对中缀的部分老师你念一下那个主动的部分。还没看到。等一下，马上就看到错字了我改一下字好，老师你来念一下这3句主动的、中缀的 OM 的部分。好，第一句主动句型 ，Guma enjingra do didi， 他吃肉。第二句主动 ，Guma enjingra do didi， 他一定要吃肉。好，老师，我先直接問你第二句你能夠接受嗎？ Gaguma enjingra do didi， Gaguma enjingra do didi， 他一定要吃肉。Gaguma enjingra do didi， 这里不是他将要吃肉吗？不是将要，是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哦。他不吃肉会死掉了。Gaguma enjingra do didi， 他一定要吃肉。可以，这句话通不通？可以，可以好，老师没关系，我们直接请吴老师吴老师，你认为第二句用紧辣也通吗？你的语感上合不合理？那如果我们3个人在一起，然后说我们3个人在一起有第三者的说，我们比如说一个病人呢，或是让他身体有营养的，Gaguma enjingra do didi， 我们大概会这样说，Gaguma enjingra， 他一定要吃肉类。但是我们平常都面对面 ，Gaguma engiso 会比较常用 ，Gaguma engiso 就是面对他们，你一定要吃哦 ，Gaguma engamo 你们一定要吃哦。那紧拉会比较少。我顺着你的概念是不是那个他如果也在现场的话就可以？对呀。如果那个他不在现场，我们在讨论内容的时候，跟如果是那个是病人的话，为了他的营养，我说Gaguma enjingra do didi， 那他一定要吃肉这样。好，老师，我们停一下我们先存档一下，因为我们必须要反复的验证老师，你看我们再回到刚刚第一句我们刚刚那个主动的第二句不是说我们基本上比阿拉吉苏或比阿拉嘎木杜沙邓用你或你们那如果那个他也是在现场，如果他今天没有拿到菜的话，他回去就没有办法跟他的妈妈交代，可不可以说比阿拉金拉杜沙邓，他一定要拿菜，不然他没办法回家，可以吗？如果是他的话，可能就叫比阿拉恩紧拉，那就要叫恩了呢。比阿拉紧拉都打灯。对，老师，你认为如果是他比较适合用这一句是不是？阿拉恩紧阿拉恩宁拉古沙灯，你会觉得这样比较适合，是不是？阿拉宁拉太那对啊，如果你要叫第3个人说。
就是说比阿拉恩景拉，就叫他一定要拿菜。比阿拉恩景老师呢，拉，我们看一下第5句哈。如果我第5句啊改成阿拉恩宁拉古沙邓，说菜一定要被他拿，不然他没有办法回去交代，这句话就成立了，对不对？可以啊，阿拉恩宁拉古沙邓，宁拉古达登可以啊，宁拉阿拉恩宁拉，老师我懂你的意思。就可以了。老师，你们在语感上是不是用 B 的时候比较是面对讲话的那一个人？对啊，阿拉恩宁拉这样。对，如果是用 N 的话，比较可以接受是第3人称。嗯，哦，那我懂了你的意思了。比如说刚刚第2个比阿拉恩景拉就可以，比阿拉恩叫他拿，叫他一定要拿。就是有 N 的话了，就是说有 N。OK， 我懂了哈。比阿拉景拉好像还没有到位。好，老师，那这一句话反而我们用中缀的话，用嘎的话，这个句子也成立嘛？嘎古马恩这一句话也成立嘛？对不对？嘎古马恩景拉，他一定要吃嘎古马恩景拉，不然他没有营养呀。嘎古马恩景拉对，如果按照前面那个例子的话，到这里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哈。他一定要吃。OK， 好，那这样 OK， 那第3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啦，因为第3句只是省略那个主词而已哈，就是一定要吃肉。好，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一下被动的句子哦。好，你念那个4、5、6，还有比较的部分。比较要念哦。对。好，被动句型。第4，马嘎恩宁拉古迪蒂，肉被他吃。第5，被动强调，嘎嫩宁拉古迪蒂，肉一定要被他吃。比较，嘎嘎恩宁拉，嘎嘎恩，你有写对吗？嘎嘎恩宁拉古迪蒂。没办法接受，对不对？对啊。OK， 没关系，就说不对就好了。在第6句。第6起始句。感恩古弟弟，肉一定要被吃。比较，感恩古弟弟，不行。不行的，好，那我了解了。老师，那就表示说，在你的语感上这2个比较的句子都不成立嘛，对不对？对。那你的4、5、6句你都觉得 OK 吗？马卡恩宁那个弟弟，好，第4句没问题。第5，我再看一下。感恩宁那个弟弟，感恩宁那个弟弟，肉一定要被他吃，可以。第6起始，感恩个弟弟，可以。可以哈。OK。一样的逻辑，跟我们刚刚的咪型动词是一样的逻辑，现在是中缀 OM 的逻辑，一模一样的套用。吴老师这边这4、5、6句，在你的语感跟那个什么中文的翻译是正确的吗？可以通，可以通哦。就跟上面差不多嘛，只是差不多嘛，对，中缀而已。对，它只是从咪型的前缀改成 OM 的中缀，它的语法一模一样，没有变，而且也一样的逻辑，把那2个假设的句子都删掉了。好，那我们这个也存档哈。那我们再回到那个下一个哈，我们到应该是妈型的。好，还有一个那个中缀没有受词的哈。好，美惠老师，你念看看这3句。好，动词句型。朱咪该几个照，嘎照在跑步。第2句动词强调，嘎朱咪该几个照。一定要跑，嘎照一定要跑步。哦，我那个嘎照漏掉了，没关系，我再补上去。动词起始句，嘎朱咪该一定要跑步。可以。可以哈。所以老师这3句
你的语感上都正确，没有错哦。是。好，我把这个改造补上去。好，那这边的话逻辑也 OK 哈，我们加个嘎哦，那个 OM 是中缀嘛，所以它变成强调要加嘎哦。咪型的话是加 B 哦，妈型的也是加嘎哦，这个是一个规则啦哦。如果知道的话，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吴老师这3个句子，你那边也 OK 吗？可以啦，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乞丐这个字啊，所以我就比他不清楚，因为我们跑步不叫乞丐。老师，你们的跑步怎么讲？ Mafakat， 用妈哦。Mafakat kako 跑步。哦，你们是妈所以型的。讲到乞丐这个，就我们没有乞丐这个单词，我们跑步就 Mafakat 这样。Mafakat 这样。吴老师可以讲米佛扎米什么佛扎哦，可以用米。没有米佛卡这句话，没有米佛卡Mafakat。Mafakat kako 哦。Mafakat kako。我要跑步也都是Mafakat 就是跑 ，Fakat 是跑，好。Fakat 是叫你跑。老师，你看一下这个画面，你们的字根是不是 Fakat？ 对呀 ，Fakat 啊，用妈型的哦 ，Mafakat。老师，你这个是秀姑兰的通用的。秀姑兰的那个词汇。OK， 好，那其实就你们的是妈型的嘛 ？OK， 好。那没关系，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应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OK， 因为中缀跟咪型是它的结构是比较像。好，我们再回到那个动词里面的妈型呢，我们进入妈型。妈型其实比较多种哦，我们看一下。好，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一下哈，那个妈型的前3句哈。美惠老师，你有开麦克风吗？有啊，还没看到句子。对哦，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手机的画面也没有动，可能等一下哈。好，没关系，我们就等他跑哦。那个现场，如果我们因为可能我们在编教材哈，会比较以我们老师，主要是美惠老师跟吴老师哦，2位老师为主啦。那如果你们现场如果有听到，或者是觉得哪边的说明你们有问题跟意见，都可以马上提出来。那我们解释过后，如果你还觉得怪怪的，就表示这个句子可能真的有问题，我们就会在后面特别记住说，可能需要再研究一下。我发现哦，它这个，等一下我再重新一次，有时候它就当掉。好，那个美惠老师，我现在要重新分享哦。有。你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有了。妈型动词这里。对。主动句型。Ma'ulahku Faki Duni Awawa， 叔叔喜欢这位小孩。第2，主动。Ka'ulahku Faki Duni Awawa， 叔叔一定要喜欢这位小孩。第3，祈使句。Kaulah Duni Awawa， 一定要喜欢这位小孩。OK，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这3个句子对你的语感上跟它的中文翻译有没有问题？我看一下。Ma'ulah Kufaki Duni Awawa， 叔叔喜欢这位小孩，没问题。第2句是 Kaulah Kufaki Duni Awawa， 叔叔一定要喜欢。第2句可以。第3 Kaulah Duni Awawa， 一定要喜欢这位，可以哦。可以哈。我的可以。那现场有没有参与者对这3个句子的翻译或者是他的语义觉得怪怪的？有第2句怪怪的，高拉法给读了娃娃。OK， 那个米莉老师，你认为哪个地方怪？是它的主词应该不是法纪，不能用法纪，还是什么地方怪怪的？那个高拉，你觉得高拉有问题啊？对。
因为嘎乌拉是那个啦，是那个妈形动词改成祈使句的时候，妈要变成嘎的一个通用的改法了。就是说，老师你有没有其他的讲法？就是如果你不用嘎乌拉的话，你用什么字比较适合？还是会用马乌拉古法给多尼阿娃娃。平常我们都还是用妈。也是用妈，可是我那个中文是有一定要就是有强调，或者是说起始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点强迫。你用妈的话，好像没有那个强迫性。如果是用嘎的话，要嘎乌拉恨古法给，要加 en。哦，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加个 n 的话，对你的语感上比较容易理解，是不是？是的。好，老师，你要不要念一下？如果你用那个 n 的话，你的整句怎么念？嘎乌拉恨古法给多尼阿娃娃。等一下哦，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它不见。哦，还好，还在。好，老师你念看看，嘎乌拉恨怎么样？米莉老师，你再念一遍嘎乌拉恨，然后呢？嘎乌拉恨古法给多尼阿娃娃。哦，你是直接加 n 哦。OK， 好，我了解你的意思了。所以你这边的后面的孤跟独立都不用改哦。老师，如果我这样嘎乌拉恨努法给古尼阿娃娃顺不顺？你的语感上？这样是比较对啊，努法给。对，好，老师，我再写一遍给你看哦。对，因为你刚刚念的是主动的念法，因为你加了 n 之后，应该要用被动的。我帮你改一下哦，你看看，我把这个孤啊改成nu，我把这个独立改成孤立。好，你看一下那个2之2的这个句子是不是比较顺？那你那边2之2还嘎乌拉恨努法给古尼阿娃娃，对，这样比较顺了，对嘛吼？对，好，我懂你的意思了。好，我们来直接。好，等一下再看那个，这个有点像后面的句子。那所以我们2之1就先不要了哈，这个句子应该是被动的。好，那这样子我们那个吴老师，你来看一下这个1、2、2之1跟3这4句啊，在你的语感上是不是都 OK 的？好，高拉汉努法基古尼阿娃娃，叔叔一定要喜欢这个是高拉汉。原来没有改是什么？原来叫做高拉古那个高拉法基，因为这里的高拉法基就是命令叔叔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对。可是你现在这里是叔叔一定要喜欢这小孩，所以这个2个不太一样。高拉跟高拉法基你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高拉法基讲就有一点指使叔叔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可是2之1变成是高拉汉是叔叔一定喜欢这个小孩，高拉汉就是叔叔喜欢这个。等我一下哈，我把这个中文改成这样子哦。哇，跑去哪里？乱码。好，老师你看一下这个中文是不是更适合？叔叔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然后2之1高拉汉努法基古尼尔，这个小孩是叔叔特别喜欢的。高拉汉努法基很喜欢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定要被叔叔喜欢。
是不是这个翻译比较贴近这个阿美语？高拉汉这个小孩是叔叔特别喜欢的，高拉汉努斯，高拉汉努法基布尼阿娃娃，叔叔这位小孩一定要被叔叔喜欢。凯明，如果是汉呢？如果是汉呢？安高拉汉呢？汉如果是安呢？我知道。好，我们改一下哈。高拉汉是不是？高拉汉就比较柔 OK ，N 就很奇怪。高拉汉努法基古尼娃娃，这个是叔叔喜欢的孩子，这位孩子。汉 H 多了一个 H， 后缀安，后缀安，直接后缀安。哎，老师，这个等一下啊，我把它恢复一下哈。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等我一下啊。我们再多一句哦。阿力克老师的意思是后面再加一个 an 嘛，对不对？嗯。好，我把它改成这样哈。这边改成 an， 对不对？后面都没有动哎。阿力克老师，你看我加一个乌啊，你是不是要原来讲的是要讲这一句？你没动作啊？没有吗？我看一下，二字我没有动作，没有变，后面还没有改。等一下，我先存档一下哦，我怕我重新整理的时候它不见。有了吗？有了。好，阿力克，你看一下那个2之2，你是不是要讲的是这个句子？对，是这个句子吗？对。高拉汉努马姑姑，高拉汉努巴基古尼娃娃，古尼阿娃娃。你要讲的是这个句子嘛，对不对？2之2，汉，对，对哈。所以这个中文的句子的翻译哈，我们来翻一下。这句子都有一点点差别哈。这个句子应该是这位小孩哈，我们主格先翻嘛哈，主词先翻。哦，是法纪所喜欢的，对不对？嗯，是所有格们所喜欢的。对，所以意思又不一样。对，这个意思又不一样哦。这个本身没有命令，我喜欢的。对，他这个本身没有命令的那个，他只是在描述那个所喜欢。叔叔所喜欢的是这位小孩嘛，对不对？嗯。那我们现在回到2之1跟第2个句子来看哈，吴老师，你再帮我看一下，嘎乌拉跟嘎乌拉恨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嘎乌拉。命令，那就是说第二个是叔叔，你要喜欢这个小孩，对，就命令他说你要喜欢。比如说吴老师，我给你一个情境，就是说你收养了这个小孩，你就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你不要收养他还不喜欢他，可不可以用这个句子？嘎乌拉古法给叔叔你。当叔叔的要喜欢这个小孩，可是你加 n 的话，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喜欢而已跟一定喜欢呢。高啦，你命令你要喜欢而已，没有叫你一定要喜欢的。高啦，你说你要喜欢啊的高啦，很一定要喜欢。所以老师，你那个 n 嘎不是本身就有命令的吗？是啊，多加一个 n 的话。它是不是意思一样，只是句型不一样？可能会强调而已吧。高拉一定要喜欢高拉很过，比如说我们对父母高拉很过，或是对长辈要尊高我都恩讲高我都恩过马多阿塞，高我都恩过马多阿塞，高我都跟高我都恩就不一样啊。高拉跟高拉很还是不一样。所以如果加 n 的话，后面是不是它的那个格位标记会变？
就是nu会变成孤，孤会变成都。高拉汉古法，高拉汉，所以这句话应该说高拉汉努法基，高拉汉努法基，这句后面就是很顺的高拉汉。所以的话要用努法基，古尼阿娃娃这样子，这样就顺，对不对？高拉汉努法基，古尼阿娃娃，高拉汉努法基，古尼阿娃娃，高拉汉努法基。做叔叔的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说努法基就是说努法基是高拉汉努法基，做叔叔的一定要就喜欢这个小孩。所以叔叔要喜欢这个小孩，高拉努法基的叔叔要喜欢这个小孩，高拉汉努法基做叔叔的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对，有就不同了，感觉到就不太一样。OK， 就像我说的，那个要背，不是我们 N 不是翻成中文一定是要背，一定对，一定要背。刚刚那个吴老师他讲的那个意思就有贴近这个感觉，就是说做叔叔的一定要喜欢这个小孩嘛，对呀，也就是说。这个小孩一定要被叔叔喜欢，一样的意思。对，只是说那个吴老师用主动的方式去解释，因为本身我们一直强调你要用被动的语义去解释，不然你会跟主动的那个重叠了。那吴老师，我想问一下，上面这个句子，这个也 OK 嘛？这个没有问题。做叔叔的要喜欢这个小孩。对，所以老师，我这样子两个并列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的中文意思是雷同的，只是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对不对？对啊，OK， 好像感觉是这样。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好，那个阿力克刚提出来的这个是乌高拉汉哦，这个是名词句型哦，我们之后会讲到哦，这个比较是名词句型。好的，大家如果有提出来，我们都标记一下。名词句型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动词在里面。好，这样可以哈。好，那个我们请那个美惠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个问题讨论的部分。好。蓝色的嘛，哈，上面要不要念问题讨论？对，全部念，对，从问题讨论开始。好，问题讨论，妈醒，动词转成咪醒，动词先把妈变成嘎，变成，对，好，妈乌拉，爱，一种心理状态，嘎乌拉。去爱，状态转动作，米嘎乌拉主动去爱，马嘎乌拉被爱。好，老师这样子从马乌拉到马嘎乌拉这个转变的过程，有没有其中的步骤是你无法理解而且不认同的？没有，老师你都认同啊？对啊，米嘎乌拉，对啊，都认同啊。所以米嘎乌拉就是主动去爱，你会这样讲吗？米嘎乌拉嘎古吉班奈样，你会这样讲吗？我想要去爱班奈，可以这样讲吗？主动去爱米嘎乌拉，萨嘎乌拉。如果是我的话，可能要萨嘎乌拉。主动哦。对，就是这么分析那么细。一般讲嘛，乌拉的话就是比较是心理的状态，我喜欢他嘛。对。那我说米嘎乌拉，我可以翻成是求爱的意思吗？米嘎乌拉，有哦，你这样翻成求爱就有。米嘎乌拉就是去追女生，有点是去追求一个女生这样。主动去追嘛，哈。对，米嘎乌拉可以呀，可以哈。是我们很少讲，如果你要主动。就像你刚刚讲的，就要用米嘎乌拉这样。
马嘎乌拉北爱那都没有问题，米嘎乌拉看大家，我是觉得可以，可以哈。嗯，所以老师在语感上，你米嘎乌拉跟马嘎乌拉这2个字，你都可以接受。马嘎乌拉是有了，米嘎乌拉还要再分析一下，OK， 好，好，现场有没有其他参与者对这个解释上会觉得有意见的？有后面那个米嘎乌拉，我们没有会米嘎乌拉，米乌拉这样就好了。哦，老师你们是直接乌拉直接加咪，后面2句都没有加。对，我觉得马高拉是互相哦，2个人对调哦。哦，老师，你的马嘎乌拉是比较是互相爱的意思，是不是？对对对。那老师，你那个，我再问一个，马萨西乌拉你怎么翻？你是互相爱啊。那跟马嘎乌拉差在哪里？可能加一个嘎，马嘎嘎乌拉才会互相嘛，马嘎嘎乌拉才会互相。啊，对对对，马嘎乌拉，马嘎嘎乌拉，互相爱。太好了，吴老师，你已经帮我讲出后面等一下会讲到的句子，就是马嘎嘎乌拉才是互相爱嘛，是不是？对。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多了一个那个主动去爱，叫做米乌拉。好，我想问一下现场包括吴老师跟美惠老师，你们会直接用乌拉，因为它是妈型动词。你会直接在妈型动词的前面直接加咪吗？就米乌拉，米乌拉，米乌拉，主动米乌拉，米乌拉，米乌拉也可以啊，你去爱啊，可以哈。米乌拉基苏这样吗？乌拉汉伊苏不是吗？米乌拉汉伊苏。老师，乌拉汉是一定可以的。我现在的意思说，你加咪的话。你有办法接受这个语感吗？米乌拉杜娃娃努达乌这样，米乌拉，马乌拉，米乌拉主动。老师你觉得怪怪的？那老师你们那边吉拉米带的是比较能够接受米嘎乌拉，是不是？米嘎乌拉是有啦，都有这样讲。米嘎乌拉杜娃娃努达乌啊，米乌拉你比较不习惯。米乌拉多娃娃努达欧，米嘎乌拉是有米乌拉，怎么越想越奇怪？大部分那个牧师，大部分就是把你们的爱放出去啊，就乌拉汉米乌拉多阿鲁巴奈啊，米乌拉多萨拉维纳这样啊。哎，那乌拉通常的米是主动，没错啦。对，米乌拉对 ，OK， 所以米乌拉也可以。好，我们换个逻辑如果乌拉它本身可以用咪型的话，那妈型的话，比如说那个我们讲那个懒惰，老师你怎么讲？马杜嘎。那我如果用米杜嘎，你可以接受吗？米杜嘎不行。主动是不是主动去偷懒？米杜嘎，马杜嘎。就马杜嘎而已，要主动偷懒的话，也是用马杜嘎，没有讲米杜嘎。老师，那我如果改成米嘎杜嘎呢？你可以接受吗？米嘎杜嘎有。所以老师你有嘎，你的嘎有你有米嘎杜嘎，就是偷偷去。对，米嘎杜嘎我都可以。我们是有这么说了，米嘎。没有嘎啦，我懂你的意思。老师，你的妈会先变成嘎。你把那个嘎乌拉变成一个字根，再去加咪嘛，对不对？老师，我这样解释你能理解吗？可以啊，米嘎杜嘎古拉娃娃可以。老师同理可证如果我们说马乌若是害羞嘛，对，我们把马乌若改成嘎乌若，对不对？嘎乌再加咪。然后如果老师你念米嘎乌若，你可以接受吗？米嘎乌若，米嘎乌若。就是主动表现出很有谦卑的样子，对吧？你刚说古拉娃娃，主动表现出害羞的样子应该是35是吗？老师那个一定有，我的现在说一定有啊。
对你用米嘎的话加无数，你可以接受吗？五度，刚说越讲叫米干五度这句话，你也少用。米干无数，吴老师，你米干无数那边是可你可以以的接。受那个米嘎无数这个字吗？米干无可数以耶，可以一个说可以，应该是可以了，可以哦因可以为现在一直如果念后面再加一个米干无数，爱就是丢脸死了。哦，再加一个爱哦，对对，所以米干无数是 OK 的。可以接受。哇，这个我们的语法要重写了呢，所以我们几乎不能强调说一定是咪型动词、妈型动词，哎，哇，那个老师你们讲一讲，那个语法书要重写了。因为那个老人家如果是加强那个语调的话，很生气的，米干无数爱都的时候都巴罗诺罗玛这样子。哦，会，对，所以这个是成立的米干无数。那个阿力克，我问你哦，如果我们直接加无数后前面直接加个咪，你可以接受吗？米无数哦，对，对啊，尊重。有听过啊，米无数有啊，也可以哦。米无啊，数，米无辣，你也可以接受吗？米无辣，对啊，无辣，我可以啊，你也可以接受。哇，米无辣，那这样子怪了哦，这都可以嘛？喜欢。那因为这个只有这个。阿力克老师，我问你，像海岸那边的话，米嘎乌拉跟米乌拉这两个差别有很多吗？还是一样的意思？米嘎乌拉，去喜欢，去喜欢，去喜欢，或是喜欢这样。其实凯明你列的这个哦，其实都通用了，可是我们都是比较就是讲的太白话，所以你列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要再转一下，所以这几个应该都是可以的。就像刚刚小白老师讲的，有啦，去主动去爱，那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个也是啊。因为通常我们就说马乌拉。对，一般我们都马乌拉。对啊。所以如果再分析的话，应该这几个都可以。那前对。OK。好了，那越讲哦，好像都可以，全部通用。没有，虽然它通用，但是它的意义差很多。老师，你们知道差在哪边吗？你看哦，美惠老师，你刚念那个马乌拉爱嘛，它不是动作，它是一个心理状态，对嘛，没有错嘛，哈。对。可是你用咪的话，它会变成动作了。米乌拉，对，他有点是去求爱、去追别人的意思，对嘛？没有错哈。对。所以我们只能这样讲说，妈型是表示一种状态，咪型是表示一种动作。我这样子讲，不知道老师们你们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哈。那我们就这样分吧，就是说没有所谓的纯粹的咪型动词字根或妈型动词字根都可以啦。只是说你在用的时候，我们阿美族一般用乌拉，比如说喜欢、讨厌、生气都是一种状态，所以比较会用妈。那如果你要变成主动的生气、主动的讨厌、主动的求爱，也可以用咪。那你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用咪嘎。我这样解释可以吗？就可以啊，就像你刚刚讲的咪嘎嘟嘎。就是偷偷的去偷懒一下嘛，对吗？OK， 好，吴老师，我们这边下一个结论，我刚刚那样子的说法，你有没有可以接受这样子？好，当然这样分析哈，因为只是我们不习惯而已，可是按照道理来讲是应该是可以，可以哈，哇，那其实阿美的那个用法就蛮多元的呢，能不能在句子里面可以用得到？那怎么在个句子合不合理这样 ？OK， 通也是可以啊，米嘎欧拉也可以，主要是米嘎欧拉跟米欧拉，对，按照这样分析的话是应该都可以通，但是我们造个句子看看是不是通不通。
好，下次老师，我们今天先不照哈，先分，下次我再把句子列出来哈。好，老师，我们刚顺着老师的那个概念哦，老师你刚刚有讲一个说那个互相爱是玛嘎嘎乌拉，是不是？吴老师。听到马嘎嘎欧拉、马萨西欧拉都是互相爱嘛，哈，就是说 ，OK， 那我懂你的意思。好，那我们往下看哦。那个美惠老师，你再帮我念一下4到6。好，4被动句型。马嘎乌拉努法基古尼阿娃娃。这位小孩被叔叔喜欢。5被动强调。Kaulahan nufaki guni awawa， 这位小孩要被叔叔喜欢。比较。Kakaulah nufaki guni awawa， 这位小孩要被叔叔喜欢。好，停一下，老师这一句你可以接受吗？Kakaulah nufaki kakaulah 不行。不行哦，乌拉汉有 en 才可以。好，不要 en， 那就不用。好，第6句，老师继续。起始句，嘎乌拉汉古尼阿娃娃，这位小孩一定要被喜欢。下面比较，嘎嘎乌拉古尼阿娃娃。不用，这个也不用了。好，因为也是嘎嘎就不对了哈。好，老师，那4、5、6这3句你可以接受吗？马嘎乌拉努法给滚，可以哦，可以接受。好，大家有没有发现第5句跟第6句？事实上，我们刚刚在前面有没有刚刚好就有讨论到这个句子？有没有发现2之1的部分？我们再拉到下面来看哦，第5句就是刚刚讨论的2之1，有没有发现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其实你们刚刚就把这个被动的句子把它列出来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就完全吻合刚刚你们上面的推论嘎乌拉恨的话，你们比较能够接受嘛，对不对？后面就是努法基古尼阿娃娃，就是变成努跟咕要改一下，从咕变成努，然后那个都变成咕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没有问题的，因为这2句你们前面已经验证是对的，所以4、5、6都 OK 了，我们就按存档。如果有新来的伙伴我们现在是用那个维基百科在做主语教材的编辑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再示范一次，我们怕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好处真的很多以后你们如果用这个开放式的教材教学比如说叔叔喜欢那个这道菜或者是这条鱼你看我示范给你们看我们2个引号，然后中间加个菜好，这个菜就被我们框住，它有一个索引的功能然后我们把它存档看看。好，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法凳它现在有底线的就表示它有超连结。好，你点进去会发生什么事呢？哇，你看看这个之前我们礼拜2都会做这个工作，这个叫做知识体系建构那你建构的词汇都会在这边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阿美族野菜的种类你就点进去看第4个构词有没有沙登案就是菜的种类，点进去，哇，你看看这个我们去年那个集结各位老师的专业我们一起编的，你看编多少了？编到112个包括那个我们的潮间带的都编进去了
所以如果以后你们在教学的时候，如果教到阿美族的菜的时候，就连进来。那如果你要教达都更这边有龙葵啊、山莴苣、山苏啊，这个都有。这个我们老师们都提供了他们的对野菜的知识，这个就叫知识体系分类。那你教完这个知识，再回到原来的那个教学的画面，就回来这个地方了这个法凳又回来这个地方，可以理解新来的我是怕有人不知道我们做这个的平台的教材编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做跨平台，不是，对不起，跨资料库的统整，就是把族语教学的词汇跟阿美族的文化知识做一个连结在教学上就会更方便，在教族语的同时也可以教我们的文化知识，大概是这样。好，我们回到原来的那一页好，我们现在8点13分我们休息10分钟到8点23分那我们休息，忘记时间了，不好意思。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是课程，对不起，的会议原则上我们最近就是就是有引进一些外部资源但是我们的初衷包括吴老师、吴连成老师李进信老师就协会的干部就是我们尽量就是提供一个资源分享的平台，就是说未来这个平台的资料建制到某种程度成熟的话会全面开放，它不收费，供大家使用也供大家到线上去修改，就像我一样直接在上面改资料，你就把它想成是维基百科。如果你觉得哪里有错你就直接改，没有关系原则上我们这个东西都会有备份，如果有人乱改也可以回复到比较正常的状况所以你要怎么删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有一个工程师有个备份机制它甚至有备份到1个月、2个月之前最近当然是3天前对。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未来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共同维护、共同编修的一个平台那目前我现在只是暂时示范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引进一些外部资源会比较有经费做前置作业。未来如果假设没有资源的话就是可以各位就可以当我们的那个就是说编撰者你就把它当成维基百科在使用就可以了。好，大概是这样子反正我们阿美族的吴老师的名言呢，自己的民族自己救的。好，那个我们请那个美惠老师帮我念那个概念30之3然后3个句子都念。好，1主动句型，马夫爹吉娜，妈妈在睡觉。2主动强调，嘎夫爹吉娜，妈妈一定要睡觉。3祈使句，嘎夫爹一定要睡觉。可以。老师，你第2句你也觉得 OK 吗？嘎夫爹吉娜，就是妈妈一定要睡觉。嘎夫爹吉娜，嘎夫爹吉娜。主动，我看一下。就比如说，妈妈昨天熬夜她去工作嘛，然后她回到家你说妈妈一定要睡觉，不然她休息不够，会这样子讲吗？嘎夫爹吉苏伊娜讲会这样。那是直接对着妈妈讲嘛，对不对？对。如果你是对着妈妈，如果在你旁边，你对着那个什么你的弟弟或妹妹这样讲说，妈妈一定要睡觉，你不要吵她啦。可以。可以可以对着旁边的人讲，就是你对着你的，就是那个小孩一直在吵妈妈嘛，你让妈妈一定要睡觉，不然他晚上还要工作这样。对对啊，可以这样解释就可以通，可以OK， 好，那吴老师呢？吴老师这3句有没有语义不通的？就你的语感而言。第2句嘎夫爹吉娜。所以老师你觉得哪里要修改比较好？就是刚刚美惠讲的，嘎夫爹给说音呐，讲给说音呐，就指定妈妈要睡觉，不然就会被嘎夫爹过音呐，嘎夫爹过音呐。哭老师我懂你的意思。
改成姑的话就比妈较妈的要睡觉，搞不掉归呢，这样是可以的。搞不掉起音呢，就好像不是我们的口语。用姑比较顺，是不是？搞不掉归呢。老师，你可不可以多解释一下？你用搞爹姑音那的时候，你用姑的话是指的你的妈妈吗？还是别人的妈妈？还是说妈妈不在现场？没有妈妈在现场，做妈妈的可以睡觉，可以睡觉了，搞不掉归呢。做妈妈的要休息了。归呢，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们不会用七的，可不掉起音呢，不会用七。用姑哈。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讲这个搞爹姑音呢，你是对着妈妈讲吗？对呀，对着妈妈也可，做妈妈的要睡觉，搞不掉归呢。我懂你的意思。如果用都呢？搞爹都音呐，都不行了，因为都搞爹它本身是命令那个妈妈去睡觉啊。不用都。搞爹都哦，可以吗？其他人因为这个可以啊，搞不爹对那妈妈去睡觉了。那个是另外一个意思哦，那个是妈妈去睡觉了哈，主持变成是那个。搞不爹读音呢，感觉很像是睡妈妈。对，好像有妈妈睡觉。对，应该是搞不爹读音啊，所以不是称自己的妈妈，应该是就像老师讲的，对。他的妈妈，别人的妈妈，不是针对自己的。妈妈的要睡觉。称妈妈，对，做妈妈的要该休息的了，对，不能陪妈妈睡。都不对，搞接读音那很怪呢。对啊，要去睡别人的妈妈很怪的这样子。老师，我也对这个词句有一点。马里克老师，你说哪里有问题？搞不定古音呢，所以有点命令式的了。但是搞不定读音呢，读的话是要求妈妈嘛，要求妈妈去睡觉了啦，这样。对，搞不定读音呢，妈妈你去睡了。那个马里克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哈，你的意思应该是搞不定读音呐。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啊，所以他不会用搞不定都这样，搞不定读音呢，他直接会读。老师，你知道你这个句子哈是这个意思啦。老师你看哦，我帮你补一个哈，我知道你的意思。他那个有点是祈使句的未来式哈，我们以后会讲到。是不是？老师，你看一下，马里盖老师，你看一下3之1哈 ，gaf de do 是不是去睡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啊，对。那你再加一个赢啊，就是你刚的意思啊。处长有话说哦。处长好，处长请处长有在哦。处长请说。不好意思，都没发现处长。这一句哈 ，gaf de古音呐哈，也是对了哈。就是在一群，就是说妈妈古音呐哈，妈妈先睡的意思，最好是搞不定都古音呐哈，就是妈妈优先睡，也就是说妈妈很累要睡，不过那个一定要哈，这个就可能在语义上不搭配。我是建议是搞不定都古音呐，就是妈妈请睡了。OK， 我懂。比较疲劳哈。所以搞不定都古音呐，哈。如果说搞不定都音呐，哈，又不一样，是针对妈妈。搞不定都古音呐，就是有一群人，可能兄弟姐妹、爸爸妈妈亲属在，可是妈妈比较累，搞不定都古音呐，啊。可是古音呐，音呐是一般名称，不是特定的。不过呢，它是有一个范围的话，搞不定都古音呐。是指那个家族里面的姨娜先睡的意思，所以搞不定的姨娜加个度哈，可能会比较好。搞不定的姨娜哈，这个好像有强制性，
嗯啊，这是我的意见。OK， 就处长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高跌古音，那有点像是命令妈妈睡觉，不符合语义的概念，对不对，对？不礼貌。对，很怪，对。哈，我们说高不跌多啊音呐，哦，或是高不跌多古音呐，啊。哦，对，没有错，对。我把它注明一下。哦，所以刚刚处长你要加叠度加一个度哈，就是整个语气就比较好，然后再加一个古音，那就是妈妈请睡觉嘛。那个处长，这个中文翻译怎么？对，没有错，加一个度是有请的意义在里面，不是不那个乐或是完成的意思，不是。搞不定都故意那个度是有优先请的意思。对。OK， 这样子就比较合理了。看着就是请妈妈们先睡，可能妈妈们都累了哦，请他们先休息这样。OK， 好，吴老师，你帮我们做个结论。那这样处长说明之后，感觉更清楚了。这样子以上 OK 吗？好，刚刚加来那么一句，就是一般我们生活当中会常用的了。刚刚处长说的，我列多回那讲，但是说妈妈的请可以先睡觉。那么1、2、3，好，1、2、3，好，可以啊，可以哈。所以第二句就是有问题嘛，不太可能说搞爹古音，那就是很怪。搞爹古音那是做妈妈的，所有做妈妈都要先睡觉的。古音那就不是指一个妈妈，是所有的妈妈，在场的妈妈。他的那个中文翻译也不对，对不对？如果你要说搞爹古音，那就是妈妈睡觉都睡觉这样子。妈妈们都睡觉，妈妈们睡觉，用都睡觉了，是不是？对，都要睡觉，是不是？老师，你会怎么翻第二句？搞爹古音那你会中文会怎么翻？中文哦，妈妈们，妈妈搞爹都归那，搞爹都归那。做妈妈妈妈们做妈妈的可以睡觉了，可以。所以搞爹古老师如果没有嘟的话，你的中文就说妈妈们可以睡觉了，是不是有可以的那种感觉？对呀，可以睡觉。搞爹都归那是妈妈们可以睡觉了。老师你念的时候还是有嘟呢。搞爹归那做妈妈的可以睡，搞爹都就请啊。就像跟局长说的、处长说的，搞爹都请可以请睡觉了。做妈妈的可以睡觉了，做妈妈的都睡觉。那个请这个都嘛，那还简单，可能是我们口语化里面是搞爹归那，这样很简单的说搞爹归那，做妈妈的可以睡觉。OK， 我们先暂时这样翻，然后这样子至少有区别，加个都就比较是请妈妈们去睡觉了这样。那个没有加都的话，感觉是做妈妈的可以睡了这样子哈。吴老师是这个意思吗？对啊，我在归那做妈妈的可以睡觉。好，那我们先暂时这样反正这个都会重复再验证修正的，我们把它存档一下。好，我们再回过去好，我们的动词句型，我们再往下，我们看到那个方向性动词一般我们会称来去动词那阿美族的来去动词应该只有这3大类就是来去还有坐下或者是住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马肉那个字好，美惠老师你来帮我们念这几句好，一主动句型，带垃圾因那一不送，妈妈去台东。2主动强调，带垃圾因那一不送，妈妈一定要去台东。3祈使句，带垃一不送，一定要去台东。可以
喂，较老师也帮我念一下比较。对， Daerah N 一不送，Daerah N 一不送，一定要去台东。Daerah N 一不送可以哦，可以吗？比较那句也 OK 哈。可以。Daerah N 一那不送如果老师我问了，我们用呆啦 N 古不送，可以这样讲吗？不行，不行哦。OK，好，那我们现在直接请吴老师哈，吴老师你看看这1、2、3加上最后一句啊，你的语义上有没有问题？ Daerah Cina Ipusung, ke daerah Cina Ipusung, ke daerah Cina Ipusung, ke daerah Ipusung， 第二句kata 主动强调ke daerah Cina Ipusung， 妈妈一定要去台东。可以了，就是只是第二句那个Cina，就是指定妈妈一定要去台东。ke daerah Cina Ipusung，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这个背景说，今年丰年祭啊，妈妈一定要去台东，可以这样讲，就是ke daerah Cina Ipusung， ke daerah Cina， 指定妈妈一定要去台东。好，可以了。ke daerah Cina Ipusung， ke daerah Ipusung 这没有问题。好，你刚刚讲第二句反复念的话，好像可以哦。ke daerah Cina 指定是那个妈妈一定要到台东。然后比较daerah N Ipusung， daerah N Ipusung 一定要送到台东哦。哦，老师，所以你这一句不会翻成去，你会翻成送，对不对？对呀，daerah N 送去台东啊，daerah N， 不会是去台东，送去台东，好像老师，用所以这一句在阿美族的语义上面，它比较是带东西去台东，是不是？带礼物啊，带什么东西去台东，是不是 daerah N 送去哦，daerah N。OK， daerah N Ipusung 送到台东。哦，所以老师，你这一句话，如果我加一个8会更好吗？老师，你觉得？ daerah N 对啊，把daerah N 一定要送去台东了。对，要加一个8。把daerah N Ipusung 一定要送到台东。那如果老师，如果我没有加8的话，它的意思也是一样嘛？只是说加8的话更完整，对不对？对呀，对。所以我们一般讲daerah N到什么地方哦，通常不是说要去，而是说带什么东西去，对不对？对呀，送去哪边讲送过去，带去那边的daerah N 带去哪里？哦，那我懂了。所以怪不得每次都有时候听长辈讲什么什么daerah N哦，就感觉说他刚好有什么酒什么要带过去，原来是这个意思。带过去哪边？有菜呀，有什么东西之类的要带去这样。就是把daerah N 就是有点说把daini N 也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啊，带来嘛。你把那个东西带来，就把daini N 就是这样讲，对不对，吴老师？对呀，daini N 就是带过来呀。哦，所以如果那个有 N 的话，那个daerah跟daini就会有送什么东西去的嘛，就不是单纯的去，对不对？对呀。OK， 那这样理解了。所以这个差别在这边。好，吴老师，那你帮我再看一下这个，我再加这2句的话，是不是？要这2句啊？对，最后这2句 NG 了哈。带到台东，带到台东，把daerah N 一定要送到台东。啊，这意思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这2句其实都通用哦。对呀。OK。好，现场还有没有其他的参与者？有话说，来，处长。好，处长，请说。那个2哈，把daerah N 啊，ke daerah N，ke daerah Cina Ipusung哈，这个是
有一群人要去台东了，但是妈妈可能犹豫不决，可是呢，就有人建议妈妈一定要优先去的意思，一定要去。所以这里不是主动，这个有一点他是被动被邀请。大家一那一不送这里就是大家一那一不送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去，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他不是主动，他有一种被动邀请，就是说优先让妈妈去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同样的意思，大家都一那一不送，就是说妈妈因为犹豫不决嘛，或是说有人考虑她行动不方便，那还是要让她去，还是要来了。大家都一那一不送，所以又加度这个，所以这个可能了解吗？那个语义还有解释可能要稍微。那主动强调他是被邀请优先去的概念呢，这是我对那个第二题的那个看法那个处长，我再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讲嘎呆拉度，那加一个度的话，你的中文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的意思说。大家都一那一不送，就是说妈妈应该要去，或是说要邀请妈妈优先去，就是一定要她去的意思了。也是跟上面的，但是他的口气比较委婉吗？还是有比较对，不一样，是可以。所以我说刚刚有2句大家都一那一不送大家一那一不送还有一个是大家都一那一不送，那个语气是不同，但是呢，目的意思是一样。还是要来了，还是优先请妈妈去，因为妈妈可能犹豫不决，或是其中的成员不让妈妈去。可是这一件事可能是提亲嘛，妈妈面子大。所以一定要他去，或是去玩的时候呢，慰劳一下妈妈嘛，平时很辛苦，就去台东玩一下，有这个概念。了解。所以那个处长解释跟上一个那个的句子雷同，加个度的话，语气就会变成请或者比较委婉的意思嘛，对不对？对，但是他又特别说哪一个优先呢？前面刚刚不是要睡觉吗？对，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有一点强迫性。对，这个比较硬。对，好像说我们在讨论别的事情，妈妈先睡了，你不要吵我们，你不要再吵啊。对。那这样子完全理解了。OK， 这样子就加个度，真的就是语气上跟口气上就比较委婉，比较尊重了。对，好，谢谢处长这样子整个句子就更清楚了。好，那个吴老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多增加这样子的话就更完整。老师这边有没有别的意见吗？谢谢处长啊，我们没想到的是。对，这样就更清楚。大家讨论。妈妈还是要来，对，是要来的啦。所以加个度比较是正常的口气了。对了，好，我把它储存了，我们就往下了。好，这个网络是比较慢一点，那我们也谢谢处长就处长前阵子比较忙，比较没有参与我们现在参与我们那个真的是
把我们这个很多的那个细节的部分解释得更清楚。没有啊，你们也辛苦了，就是，有参加就有学习啊，真好。谢谢处长啊，对啊，这不会个不会其实这个处长辛苦给我们大家很多意见了，真的谢谢。还没有跑完呢，他这个有点慢。还在跑。对，我重新开一个视窗看看它会不会比较快，比较慢一点。好，在跑的同时哦，我先跟各位再说明一下哦，我们这个线上语言潮的这个礼拜一跟礼拜二的是线上的会议哈，是邀请各方的人，我们来共同参与哈。未来这个平台成熟之后哈，会开放给全国的阿美族人使用，但非阿美族人当然可以使用。如果你那么有兴趣，当然很欢迎哦。那就是会变成未来的那个教学的线上教材哈。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教材上有任何一个地方需要做微调跟修正，你都可以亲自的去上面修正。我们大概会在3月到9月之间会办一次线上维基百科的那个使用方式，就是说怎么去修改啊，有什么参数，有什么样的格式，就是有点像写线上的那个很简单的程式啊，改几个字，改几个框框，它就可以变成要的东西哈。那我们会做一个培训的工作，如果你有兴趣，未来想要在这个维基百科做一个那个教材的修订哈，你就可以，我们开放那个研习课程，你就可以来参加。好，应该是回到了哈。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应该是最后一个动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形容词哦。那阿美族的形容词啊，我们一般在南岛语的语法书上哦，他们会说是静态动词，也就是说南岛语的概念上，把阿美族的形容词跟动词哦当成同一种东西来看待哦，所以它会分成所谓的动态动词跟静态动词。那我们的形容词就是静态动词，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名词很诡异，不要理它，这个是语言学家的分类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句，那个美惠老师再帮我们念一遍。主动句型，你把哈吉赢了，妈妈很开心。2主动强调。咖喱巴哈吉赢了，妈妈一定要开心。祈使句，咖喱巴哈一定要开心。比较，里巴哈更一定要开心。OK， 老师，这4句在你的语感上是正确的吗？像第2句，刚刚大家都很充分的讨论，是不是跟上一句一样？咖喱巴哈。你要加个都会比较适合，是不是？对。好，我们来改一下哦。你看我示范一遍哦，要改的话很简单，就是编辑原始码哈。你们看一下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你就把它当 Word 来编辑就好哦。如果你要做一个超连结，就前后加2个双引号就可以了。好，老师你觉得加个都哈？咖喱巴哈都几音呢？咖喱巴哈都几音呢？跟上一句差不多吧。所以是不是这个口气委婉？是吧？老师，你的那个语感上面有这样概念吗？就是音呢，一古音呢，多古音呢。咖喱巴哈都和吴老师验证一下。咖喱巴哈多古音呢，那个鸡还是改为多吧？哦，用古比较好哈。刚刚我们上面也是古音呢。所以老师，我们的第2句是不是也要改成古？对啊，古咖喱巴哈多古音呢。不好意思，等一下我马上。咖喱巴哈古音呢讲啊，第2句。咖喱巴哈多古音呢。1、2、3，主动那一句。咖喱巴哈古音呢，还是咖喱巴哈几音呢？古音呢才比较顺哈。咖喱巴哈。你看。
好，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我今天有跟那个苏基老师，一个泰雅族的语推的主持人哦，我们去开那个原民局的一个原住民知识体系的会议，我等一下再回他就好了。好，吴老师，那个美惠老师跟吴老师，我们加个都之后，是不是口气变委婉，跟前面的句子是一样的概念，是这个意思吗？对啊，卡里巴哈多古伊那，那一样，第二个也第二句也是要改。那是第二个二之一吗？对，对2之一变成孤，2也是要变成孤嘛，比较合理，对不对？对啊，卡里巴哈古伊那，卡里巴哈那古伊。吴老师，我问你哦，如果照你刚刚的逻辑，我们第二句是不是要说做妈妈的一定要开心，是不是要这样翻？卡里巴哈不对啊，卡里巴哈多古伊那，做妈妈的一定要开心了，卡里巴哈多古伊那。就是不要说生了小孩就难过，这样是不是？对，不要一直为小孩担心啊！现在妈妈们要开心了啦。做妈妈的一定要开心，小孩就是要让他自己成长嘛，不要想太多的。他为他们操心的啦。那老师2之一的翻译，就是说一种委婉的说法，说啊妈妈一定要开心，这样。不要再难过了，是不是？对啊，卡里巴多古伊那，妈妈们一定要开心的，不要再难过了，这样是吗？对啊。OK， 我现在我越来越了解这个加都跟没有加都的差别哦。加了都的话，整个语气上会整个很委婉哦。好，老师我很好奇，如果我这样子改。你们看哦，我用2之2是不是也合理？等我改一下哦。我把那个嘎拿掉，然后我把那个后面加一个那个 en。好，那我的那个都。哎，这样子可以吗？老师，你们念这样会不会怪怪的？美惠老师，你帮我念念看这个2之2。好，2之2，主动强调，你把它更多古音呐，你把它更多古音呐，你把它更古哈音呐，你把它更多音呐，是吗？你这个合理吗？你把它更多，你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话？你把它更多音呐，你把它更多，不然是妈妈们一定要开心。把它跟呢，用把你把它更多音呐，那边是嘟，我们上一句是这样吗？所以你用嘟一定要嘟才可以哈。你把它更多古音呢？妈妈们，这边中文翻译是妈妈们一定要开心。你把它更多古音呢？妈妈把它更多古可以吗？这个话可以吗？这一句怎么那么奇怪？如果加8的话，就变成把你把它跟多古音呢？8个可以是不是？把你把它跟多古音呢？加8可以。老师，我好奇哦，如果我把上面这个改成都的话，它这个句子存在吗？把你把多音呢？没有，不行。把多音呢？不行啊。OK， 不行，不是对呀，不行。好，那老师你说下面这个句子要加一个8，它就成立了，对不对？把你把它跟多古音那可以。把你把它跟多古音那。那老师你这个中文会怎么翻？把你把它给妈妈们那是把你给妈妈们。就是给妈妈们那个愉快的感，就是让妈妈们开心的意思啦。对。
一定要给妈妈们开心呢、好，老师，我这样子改是不是语气上就对了？一定要让妈妈们开心。你把它更多故音呐，这样对哈？把你把它更多故音呐。凯明，我可以插话吗？老师不用说插话，你随便讲都可以。那个八拿掉也可以，你把它更多故音呐，就是他妈妈们完成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感觉很愉悦，也根本也不用八。所以老师你这个中文翻译会比较倾向是没有让的意思，是不是？你把它更多音，你把它更多故音了，就妈妈们就觉得很愉悦了，他们完成了一件事。所以那个米莉老师，我想请问是说，他们的愉悦是属于是人家让他们愉悦，还是他们自己感觉到愉悦？自己也可以感觉很愉悦，他们完成一件大事，或是把它更多故音了，他们就觉得卸了这一件负担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对不对？所以是中文你会怎么翻比较贴近他的意思？就是妈妈们感到开心是吧？妈妈们感到很开心，对。我懂你的意思。其实老师这个是有一个标准句型，如果你们看朱清一老师的那个语法书哦，它的形容词后面加 en 的话，就会中文的翻译就是感到。好，如果你们有看过那个，感到开心，感到喜悦，这样。对。朱清一老师那一本语法书，他在介绍那个形容词后面如果加 en 的话，它的中文翻译就是感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说读那个难过嘛，叫做 rarum 嘛，对不对？rarum 就是感到难过，你把它更就是感到开心，所以这个是有，所以那个米莉老师这样子哈，你的那个应该就是跟那个朱清一老师那个分析是一致的 ，OK。2之3的部分，好，吴老师你这样看我们现在分析这样有没有问题？你把它跟多过音呐，你把它跟，因为那个2之3呢，你把它跟多过音呐，可能还要前后句要有一些的。前后句有一些的叙述，会感觉到会比较像。哦，对，比如说我们说前面说马哈拉古达亚你那，你把它更多古伊那，这样可以吗？妈妈完成了她的工作，所以她感到很开心呢。是啊，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如果前面有这个说妈妈完成了一个工作，他后面讲这个你把它更多古音，那就成立，对不对？OK， 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其他的有没有？处长有没有什么想法？处长，我刚看哈，应该从23 23你把更多古音呐。你把更多故音那这个所有的妈妈们感到很开心，没有错啊。你把更多故音那刚刚很难过了，大家给他快乐了，表演节目大家有你把更多故音那如果加沙的话哈，或是八就是使妈妈们快乐。沙里巴哈跟多古伊那，巴里巴哈跟多古伊那就不一样。对，沙里巴哈跟多古伊那也有另外就是妈妈们，你要开心了，所以这个可能那个情境不同用语就会有很多种。如果单这几个句子，一句话是里巴哈跟多古伊那，那个恩是感觉了。阿美族没有感觉这个，可是在那个里巴哈更那个加烟就是感觉的意思了，感到很开心。巴里巴哈更多古伊那是别人让妈妈高兴，
你把它跟多古伊娜是妈妈们自觉的很高兴快乐。如果加沙呢？沙是跟多古伊娜，沙利巴哈跟多古伊娜是妈妈们要自己要寻求快乐，不一样。你把它跟多古伊娜是已经感觉很快乐，感到很快乐。沙的话还没有快乐，巴也是还没有快乐。那这样子更清楚。